卡达世界杯卡球赛摕到冠军的阿根廷的代表队，当地时间20号回到阿根廷，接受因的民众的欢呼。阿根廷的政府昨下晡紧急来宣布，甲12月20定为固定的假日。除了银行甲联邦公共管理局营业到中昼的12点之外，其他的民营企业按照规定歇困一天，让民众甲代表队做伙来庆祝。阿公总教练斯卡洛尼会带领着队员坐马术，一路驶向着首都，刷来西行市中心。最后的目的地是当地地标共和国广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